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的时事。下面插播一条突发新闻：位于我市名山大学的考古发掘现场，近日凌晨2点55分发生不明爆炸。目前，消防及抢险人员已赶到现场展开紧急救援工作。据悉，该考古现场是在3个月前由市文物局联合名山大学考古系在陆氏集团的资助下进行保护性发掘的。专家分析，此遗址极可能为传说中500年前一夜沉入地底的建安古城。终于完岗！哎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次一定顺利过岗。点击破万，收藏破万，打赏破万，漫画界新秀奇才连一帆即将出道。